Hello，大家好啊！最近呢，投资界大富豪的 A16Z 呢又开始豪掷千金，下入了社交赛道。那单笔投资高达了2250万美金呢。那到底是什么吸引了 A16Z 不惜重金下注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交协议呢？那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先加个关注，顺便呢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个赞，支持一下红哥。我们接着往下看。那 TOS 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交通信协议。那该协议呢，利用了一个去中心化技术，确保了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在当前互联网的时代呢，人们对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需求呢是越来越高的。那 TOS 社交通信协议呢，但是呢，也正是呢基于这一个需求。那 TOS 社交通信协议的核心功能呢，是实现用户之间的点对点的一个通信。用户呢可以通过该协议发送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等各种类型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传输和存储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完成的。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和不可篡改性呢，那 TOS 的社交协议的信息传输和存储呢也是非常安全和可靠的。那么此外呀，TOS 社交通信协议还具有一些其他的优势。比如说呢，去中心化不依赖于任何中心化的机构，减少了单点故障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隐私保护，用户数据呢被加密存储了，保证了用户隐私的安全性。那么第三呢，就是免费使用，那用户呢可以免费使用该协议呢进行一个通信。目前呢，市场上呢已经有一些发行 token 的社交协议，比如说 Steam、Hive、LBRY、RSS3等等。这些协议的特点呢，是以用户生成内容的为核心啊，通过区块链技术来激励用户创作、分享和评论内容。虽然说这些协议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呀，但是他们的发展呢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机会。当然了，如果你看好社交赛道呢，不妨到二级市场去关注一下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已经发币的一个社交协议，比如说 Steam、Hive、LBRY、RSS3等等，他们的代币作为自己交易的清单。那相比之下，TOS 社交通信协议的优势在于它注重用户之间的一个点对点的通信，并且还采用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技术，保证用户的数据的安全性。在当前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呢，TOS 社交通信协议呢有望成为用户数据隐私的一个新的选择呀。目前它已经关闭了早期申请体验的通道啊。那么你认为 TOS 会成为下一代 Web3社交赛道的独角兽吗？欢迎呢在评论区打出你的答案。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